今日我嚟到理想汽車喺北京嘅研發中心參加媒體訪問活動。今次活動除咗有港澳嘅媒體，仲有泰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同埋阿聯酋等地嘅媒體都有嚟到。入到嚟研發中心，當然會見到有新車啦。擺喺第一架最搶眼嘅就係 L9。我作為一個又中意電單車又中意汽車嘅，我見到我最中意嘅車。咁我係分配咗咧，原本係試架 i6嘅，咁但係因為香港嗰兩位老友記咧，佢哋話未試過，咁因為我喺澳門就試咗啦，咁我俾佢哋試，咁我話，我不如同阿迪 Sir 一齊，我試下架 Megane 啦。我印象中，我好似第一次喺北京嘅馬路揸車，賽車場就揸咗好多次。自動泊車中，除咗試車活動，我哋亦都參觀咗理想喺北京最大嘅 4S 店，亦都同時去到常州睇咗理想另外一間工廠。其中有1-2個片段係好少曝光嘅。